南文安国小全体学生做伙来种马铃薯，学生搁伫田中来跳舞，希望马铃薯赶紧大汉，因3个月后要来采收。 岛南是全国马铃薯上大的产地，尤其集中伫新光社区。今仔社区居民阁有镇内文安国小全校260多位学生做伙来体验种马铃薯。种马铃薯，以前有种过吗？没有，那第一次种，感觉心情怎么样？很开心。产地是在地青农免钱来提供，伊嘛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互囡仔当了解种植米的辛苦。他可以由这次的活动或者这样的小小的教育机会，让他们更能够感受所谓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马铃薯充满囡仔用心和期待，期待3个月了后会当大丰收。